尋找你缺失的一塊。你有冇試過，內心好似總係缺少咗一塊，好似有啲嘢未揾返，令你喺現實同夢想之間徘徊，渴望填補嗰份空缺。我哋嚟到呢個世界，係帶住靈魂嘅記憶，帶住未完成嘅使命。成長就好似一場尋找拼圖嘅旅程，有啲碎片係愛，有啲係夢想，有啲係對自己嘅認同，而有啲可能仲藏喺你未發現嘅角落。缺失唔代表你唔完整，可能你會因為呢份缺失而感到迷茫，甚至懷疑自己夠唔夠好。但請相信，你從來都唔係唔完整，你只係揾緊返自己屋企嘅路。你以為失去咗嘅嘢，其實一直都喺度，等你發現，等你揾返。傾聽內心，揾返真正嘅自己。我哋成日向外尋找答案，但其實最真實嘅指引一直都喺你內心深處。當你肯停一停，聽下自己內在嘅聲音，你會發現靈魂一直都喺度低語，提醒你遺失咗嘅碎片喺邊。可能係你曾經熱愛過但遺忘咗嘅嘢，可能係被忽視咗嘅夢想，甚至係一啲需要被療癒嘅情感。旅程仲未完，每一步都係指引。請相信，每一次迷失都係尋找自己嘅契機。當你開始探索，宇宙會為你點亮微光，等你慢慢拼湊出屬於自己嘅完整畫面。你唔需要急住揾齊所有答案，只要相信每一段旅程都會帶嚟新嘅領悟，每一次選擇都會令你更接近內在嘅圓滿。今日請允許自己唔完美，溫柔地對自己講：我仲尋找緊，而我終將會揾到。